欢迎收听11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37章15到28节。以西结书37章15到28节。我们今天祷告的经文是：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。外邦人就必知道，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这是以西结书37章27到28节。你曾经立下过什么样的约定吗？这约定有没有有效期限？如果要有一个终身有效的约定，这个与你约定的对象，他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？在今天的经文，从以西结书前面看到现在，在这几天开始，真的是看见上帝施恩的手，他真的是怜悯以色列人。不论他的子民是什么样的境况，或做什么样的人，即使已经到了一个绝望，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或是靠身边的人来站起来，来苏醒过来，上帝都有办法。继昨天这个枯骨复苏复活，我们看见上帝从那不可能当中，让这些令人绝望丧胆没有了生命的事，因着他上帝的灵，这个境况完全被反转，他们成为极大的军队，而且是活着的极大的军队，也就是以色列人们。而接下来的经文就讲到，原来的北国以色列、南国犹大，他们不再被称为是分裂的国家，而是上帝应许要将他们招聚起来，从各个地方让他们成为一国。而这国呢，有一位王要成为他们的王。他们不再因拜这个偶像和可憎的这些物，或者是因着自己的罪过玷污自己，反倒上帝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那个让他们犯罪的地方。他们要被上帝聚集到属上帝的地方，而上帝要洁净他们，因为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而上帝要成为以色列的神。而在这个国家里面，当然需要有领导者。上帝在这里应许，他要派一位像大卫的仆人来做他们的王，而且这些人呢，就只归这个牧人，如同牧羊人般的这样的王。他们要一起遵行上帝的典章律例，并且要住在上帝所应许的地上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、子子孙孙都要住在那里。而上帝应许这位像大卫的仆人要做他们的王，是直到永远哦。上帝与他们立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这个约也是平安的约，要将他们安置在上帝所应许的地方，使他们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上帝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这个圣所不是只是指这个看得见的建筑物，更多的是在表达上帝同在的概念，上帝同在的地方。而这些邻居呢，要看见上帝坐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神迹奇事，上帝在他们当中的保守跟带领，这些邻居外邦人就必知道，这个叫以色列人被分别活得不一样的这背后，
真的有一位上帝，是有全能，是永远，是能够应许承诺并且应验的上帝。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。若不是出于他的恩典，谁能够从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境况，到好像完全复苏，到好像完全在另外一个美好的境界当中？这并非是只是一段经文或是一个字句历史而已，而是来到了新约，我们真实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付上代价，这一次而永远的祭为我们献上，使我们真实的领受在世上活着的日子就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并且这恩典胜过死亡的权势，是永永远远。上帝他守住他所立下永远的约，他以永远的约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在这样的境况当中，我们持守这恩典，持守这应许，我们就能够活出他的心意，叫我们因着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被救离开那个叫我们不洁净，叫我们陷入罪恶当中，叫我们远离上帝的地方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领受这永远的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爱我们，并且你为我们预备恩典。主啊，你看见我们的需要，你让我们有永远的国，就是主你的国。主，你让我们成为这国家的子民，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领受这永恒的恩典。主，谢谢你，你也透过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众人就要知道，你将我们分别，看见我们在这世上却能够活出永恒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你，带领我们持续有勇气，有能力，有信心，能够来回应与你的约定。在更多的挑战当中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愿上帝赐福你，经历他与你永远的约，直到永永远远，让他的恩典每天临到你，叫你的生命见证上帝的同在和奇迹。我们明天见。